欢迎收看《后上开上工》，又大开大工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阿忠哥，共下老后生人打在鼓了，讲到台湾，大家到底係美食王國世界出名啊！係講不管是乜嘅事情出去，天朝千年度世界東西，韓國做那麼習慣嘅，天朝會有自家好食嘅小辣佬點心，今日有6個後生人嚟老大家共下來分享，叫做廣東叫嘅小辣名單，掌聲歡迎！第一老師叫做係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因為食小嘢變到東皮嘅阿子怡。哎呦呀，又變到暗潮。呀，就嫌半年超輕啊！嫌哎，冇樣咋啦，最近嘅嫌嫌嘅部分，我就嫌可能係做嫌做愛做阿公婆嘅部分啊。阿公婆，我推下阿頭上18姑娘一蕊花。好，謝謝你哦，那個再加20，謝謝。第一老師叫做阿英珍。我係應正，今晚同大家來分享嗰條半夜夜不打烊的美食。不打烊打你。半夜不打烊，鼓手一下喊忙半夜都在打機。大應正，你唔係只有我嘅節目係。半夜世界上會有。因為看人，在看人。哦，第3年可以同大家小嘅，總算有新朋友劉敏夏中產分享。我係因為做些題目限，從菜試下嘅是太近做緊一定10點先嘅劉敏夏，大家是嚟很愛美聲。從菜食宵夜，從菜食點心，準點心準到世界精爽啊！哦，咁可能是會變做等下個人就會有小雞頭。第四老師叫做係阿瑞。大家好，我係看佢嘅動超，其實動好食小嘢嘅阿瑞。大吉。呢個地呢，人講吼，將近一下全部係腳，就係講字啦，個怪物。係貴係冇？冇唔錯。主角啦，不能講主角啦。因為晴天娃娃嘛。係主角啦。我足夠啦。哎呀，足夠，你係足夠貴啦，冇必要。聽實老師叫做當久冇看到嘅強龍偶像。大家好，我係安埔頭會打電話俾朋友強迫記得哦，出了是小妖嘅恐龍偶像。等下，艾少妹，莫打歌本人，係唔啱朋友冇？你狂人都打嘛佢？唔係做得來總垃圾㗎，要磨錢咩？安排。最尾老師老師叫做根本就是主題絕對做唔得冇嘅。做錯個。看到佢身材，就自己從菜食宵夜食點心咧，阿小鳳係冇唔錯，我覺得睇下身材目標黃小鳳，冇呢。我因為實在我前睇下就見到人滿眼哦。哎呀，而家都唔敢談我。我希望做5歲了呢。我希望我要阿鳳伯嘅食落，然後當然都有口福。我希望我要阿自己嘅身材。啊，那梗從菜來嘅時間，我本人彩照。成個部分先唔知，唔過講到正經啊，大家食宵夜，大家一天會半夜上去食點心，尤其夜下人天台人嗬，神港冇半夜很多做事，都在乜嘅時節會食宵夜咧？阿明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冇？因為我做些有班是題目限啦，從細我試下是已經做到東岸咧，因為我通常係做剪樣片啊、小圖啊，還有寫文章啊咧，從菜已經11點叫好講，或10點先食東西啊咧，嘟嘟好，真誠嘅。11點過後就嘟好，唔過可能食物界了，到底係食嚟哪類型嘅食嘅東西？我從開始食凍搭啊，冇食餅啦，啊冇到喺超商嘅盤團啊、茶米亂啊，因為安尼較方便較夾啦，都好食。錯啊，因為夾食品啊，就做些咧，過來做些咧，聽冇？我是講一句，種大餅呢？辛苦呢。做乜嘅？過到按艱苦、按嚴防，係到11點過後咧，冇食正常，係食凍搭啦，食絲燒啦，凍上誒，要按上跳啦，空間啊，很嚴防。唔過正經來講一下，這個阿英姐，你都乜嘅時節，想去食宵夜，想去食點心。
其实我睇是讲冇看我按的冻姜啦，冻姜，内会内行，发给夫妇。好啦，唔过睇是冇看我的身材冇像阿自己按的，其实我平常时间迄冻是有是小鸭的类型啦，我就系唔错啦。实话讲出来了。马嘅咧，我唔好食小鸭，唔過平常時間做事做動無限。我說鴨係就食唔到，做太高後就食一點咧。我說我大概就啲咧想，喲個孫女我要先去睡夢，行喺講我要先去食東西，嚇，行喺講我種出來咧就冇愛生啊，直接去睡夢天公早晨爭嚟食早就好咧。我說我根本就唔係動好食小鴨。我就會以為你冇食，因為按獎。按自己大腿的部分先不要照。就會講，你看，就會壓下現代人吼，從頭就會講，因為做事做到三更半夜，係啦，你根本就係做事退表啦。就講三更冇半夜加下，就當單槍存到小鴨做這些，我不會買，你看又會破的啦，又會炸的啦，又會煎的哦，那一吃下去，給阿小鳳就變到兩批嘅，給冇法度咩，我們也是3000個不願意，冇奈何嘛，給恐龍偶像，然後他講一下，乜嘅時間會上來食小鴨，你又食了乜嘅東西？哦，我有照習慣啦，就會按補頭啊，哦，就會有食小鴨嘅習慣，然後就會會清遠食啦。阿鳳爸，來，我喺冇大本營過啦。唔講，好地冇大本營，唔可以看人家廚房上東用白嘢啦。你冇都錢未啦？我動到現超啦，冇關係冇關係。唔講有大本至於講佢冇照天巴，我清。因為我其實我買大本係中華街啊，我有啲強強啦。你強嘛嘅咯，唔講啊，就會大本大模年嘛，哦，嗰種咧我有食小鴨嘅習慣。哦，就點到照先頭，哦，連個照先頭嘅哦動作小鴨先。我強下食就錯。強下食，食個宵夜差唔多喺5、6點開始。差唔多。人家差唔多食早㗎。不是，其實小鴨準做早。哦。人家是早午餐。對，是宵早餐。到睡夢啦。所以才就準睡夢。準睡夢。哦，睡夢以前我們不可以空肚子，中午搖肚子。真嘅呢，會睡飽，B B 好睡。難怪佢哋下睡到凍好，睡到凍爆腳。個阿小鳳咧，乜嘅時間會食小鴨？可是吃到剛才談到我們講11點嘛，我吃到10點以後，講人家講唔好食嘛，10點以後到12點有人都點心啦。真見啲小鴨係1、2點鐘開始，一天我吃飽張睡夢，夢肚子空空吼，衰退以後會餓死，唔衰退以後就唔曉得食嘞。變成妖怪。唔錯，我知道，真見吼10點到12點穿到好食咧，也真簡單。喺1、2點穿到好食咧，啊，計就冇簡單咧。哦，叫做轉家咧。係啊，就轉家誒。係，你就去加嘅轉廠。唔錯，我加肚絲就低。睇下講咧，小鴨，你又做用雜事吼，一開始咧小鴨其實就係唐朝時代就出現，加笨蛋的意思就係講消磨夜晚的時光，就古時嘅綁酒，用食酒來綁東西，比如像凍搭嘅啊，像嘅刺繡嘅啊，就食酒加下用來去消磨這個無聊的夜晚。古時都杯米，他笨蛋係個通死變到명子，我們要吃什麼東西來消磨這個夜晚的時光嘛？古時阿字語，哪個這個無聊的夜晚到底是怎麼樣消磨掉的呢？剛剛講到充電嘅綁酒，係啊，真係喺小鴨地杯度凍出一隻鋪款，你係人生地杯凍充咗嘅一隻鋪款。冇錯，其實呢，講到食小鴨，藝術家有分為2種類型，第一種就係冰皮吃鵝型，係第二種就係不乾嘅係冇，係冇乾嘅就食到好食，就像阿鳳爸，係阿鳳爸強用啦。跟第二種就係孔雀類型啊，跟其實藝一開始真係同好食嘅種冰皮吃鵝型嘅，因為藝吃到小鴨，人家講小鴨，藝吃到小鴨就會食小小嘅。哦，人家係吃個宵夜，你是宵夜，對，因為小鴨你看按布頭係冇，你愛食小小嘅，習慣都就會小小嘅，動幸福動滿足。咩係？我等下同人分享啦。好，先講到第一隻冰皮吃鵝型呢，可能因為小鴨同好吃個做東西，就會吃嗰種馬鈴薯，係因為現在用氣炸馬鈴薯，就是洋芋片。冇錯，
真嘅同好食。还没有变成洋芋片，还没有，就是你还会保留嘅食材本身嘅口味，其实还有嗰种甜还是都粉粉啊呢。冇錯，專業。係，跟其實呢，氣炸馬鈴薯呢，沒有分動多做。比如講，有啲時候像一些口味卡重，可能就會放奶油馬鈴薯、迷迭香馬鈴薯，哦，全部都當好食啦。跟其實是馬鈴薯個香料蠻呢，最會找香料蠻。食到誒黏咩？例如係嘛？麥酒，麥酒，唔過新麥酒嘅時候講，我放掉嘅肉，錯冇？嗰個見來見到呢，就會可以在隔壁來食，可以隔壁。冇唔錯，乜嘢都食得到咧，就全部都食到同放喺咩凍皮，可能就發現到做唔嚟按用，嗰時我就不用彼此我型，我就搶不用睇，我就放啱我就會空間類型嘅。那你就會吃小鴨和小案都做慢哦，吃到按空間。小鴨佢就會小啲，我就會小啲。就唔是小啦，我就將佢寫幾種唔是小嘅小鴨。必種個，必種個空氣，冇係，溫水，用講空氣水。冇我做乜嘅呢？搶菜糖，係食到凍同鉗，就唔會凍搖，會搖死。像阿路易凍搖時就會剝鉗，就會剝眼，係冇啊。係，即係個人呢，我可能咩用乜嘅煎魚蛋花湯啊、潤發湯啊，係講你食嘅真係凍好凍空鉗，嗰時我就會去配乜嘅點哦。醬水，醬水你起碼梗係就會秋刀魚哦，因為真係就係凍空間又沒凍皮，跟其實是麥酒沒凍皮，嗰時我就揾我種咧。但係寒天嘅時節就做的是鳳酒，跟熱天嘅時按樣個曬，熱天嘅時就做用埋些呢去調東西來食，比如講無糖嘅乜嘅呢雪碧，還係無糖嘅可樂，係去調八加，還係 whisky，啊用呢就沒皮，因為係無糖嘅喲。唔講睇下點哦，酒嘅熱量非常高。根本就冇效，安慰到自家嘅心肝都偏偏。你講小鴨嘅由來就係我有消磨夜晚。就我們還是要尊重我們的文化，對。唔啲嘅講啦，講咩唔自家講，講好嘅唔咩講，壞嘅唔自家講。講就會啊。如果真見阿路易我同大家來操盤咯，大家傾下落去食了，食乜嘅？我係因為我媽媽講啊，佢做就當春藥，佢說無法度做唔嚟，唔是做就，唔免做唔嚟，就是為到會保持個好嘅身狀，就唔是做就。拄好，嘅我嘅三寸啊，你兩時開一間做就店，半夜咩要做上嚟嘅做就店，你下結束大家都在傾下意思做就。哦，做得，好，都在傾下意思。不要人家賴本眼傾下意。哎，我講人家拉本記啦，人家拉本，有冇睇叫本記啦？如果真件我一般阿小鳳來講一下，唔講知道對你嚟講，小鴨都係酸物計啦。小鴨愛食就唔好驚，係千萬唔好因為驚就乜嘅食一支香蕉啦，開一支包廂，一挺艱苦嘅。大家記得我四季真言，人生菜色咩咩忙，不敵數年有結束。因用氣流分泌要曉得蹦，人人生將提供乜嘅很多瘦受傷不利。哎，你講羅馬不是一天造成，肚子也不是。王小鳳唔係因為皮都按的。然後大家講一下真嘅啦，即係小鴨都係食物嘅啦，吼，所以愛蹦糖呀食物嘅東西，好冇？我知道，我介紹嘅就係你台北吼萬發有名嘅阿財滷肉飯。哦，不過真嘅阿財滷肉飯有乜嘅好食？等下大家做得先，哎，給他一個賣個關子，好，來，觀眾朋友們先聊下，你平常時哈，哎，小鴨都係愛食物嘅聊下先進行一團後上地下法，等下再來繼續大家向下來分享了。歡迎來到後上地下法，大家有食小鴨嘅習慣冇啊？今日我會教大家3隻撈小鴨有關係嘅詞彙哦。第一隻，今晚安補鴨，安補鴨，安補鴨有喊麼？你向下去學嘅。第二隻，宵夜，小鴨，小鴨，小鴨做唔得食太多會變皮喲。第三隻，夜市，鴨絲，鴨絲。安補鴨，你向下去學鴨絲好冇啊？後上地下法，會記得咯。歡
欢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啊！上台正經吼，大家講到吼夾滾，就講到這個食宵夜食點心吼，真係心有戚戚嘅。唔過正經台灣一開始大家就老大家講吼，台灣係美食王國，不管是出去我輩一聽就會尋到自家想食嘅東西，就算3更半夜3點4點，我連天講家哈，你想去食嘅咩油？唔過有上次多福卡，想去食宵夜，都係養家食嘅阿魯伊。我就東風去係帶入台灣嘅地方，因為台灣這個東風片，像個半夜嘅時間，唔是像個自己咁樣哦，個準備動作嘅馬鈴薯啊，那個搶菜桶啊，不是你書給拿起來就跟那個吳大哥還有傅先生影啲嘛。你係咪唔會煮飯啊？你唔會煮飯嗬？唔會。我講嚟講，台灣還有一隻行家厲害嘅，就是台灣有個鴨絲。哦。行家可以就是嗌不卡帶有個鴨絲嘅筍紅，你睇上堂 OK， 唔係鴨絲筍紅唔係冇帶，就一定會帶鴨絲筍紅，因為半夜這樣唔是講嘅都市謠。哦。係正經。古總，你去夜市的時候啊，你可以散步去啊，這樣都可以有吧？你吃到以後都在散步陣嘛。最少啊。有都在吃聽一傳。唔可能嗌個身材就按我報詞來嘅。哦，係哎呦，我帶啲鴨絲底杯度就做得按我報詞。嗌堂弟弟嘅鴨絲，你行冇見鋪係聽聽嘅啊！我就是在大開宴一時時咧。你喺安慰自家嘅頭腦，天天然後自家催眠個，嗌你下有行路，嗌你下有散步，嗌大家做在高架式兩站內，架式3期嘅演唱。冇錯。哦，真嘅，我本人見死，真嘅，營養師看到有冇人抹死嗬？唔過真嘅，像阿姊一開始就講嘛，即係屋卡自家來煮，唔過咧，真嘅曉得啲屋卡煮宵夜嘅熬夜，兩三年唔但想會煮會食，還會皮就會阿師傅。師傅啊，帶過來拜一下好嘛？真嘅我教大家，其實啲屋卡咩做得東風片就煮到東澎派啦，凊彩燒隻麵咩做得啦，係冇？喺煮麵哦，最重要就係湯頭。啊，湯頭要記得偏香，唔過半夜要煮宵夜嘛，唔來不及去爆香嘛，用幹啥？也有行業的智慧啦，就做得用蔥油。哎呦，安尼香味就有誒嘛，就唔是去爆香嘅啦。啊，湯頭最重要就要有甜嘛，有甜就記得用到去搶菜，用到去豬肉，還有記得愛甜哦，無鹹就唔愛甜，啊，用到去鹽留嘅甜味寫出來。唔好要當當如果嗌半夜嗌豬肉無腿病，我用架啥？教大家冇關係，用豬油煸軟。哦，豬油煸軟，煎一陣軟後，放喺烘蛋呀、荷包蛋全部就做得。然後你煎好以後拿起來煮湯邊煸落去，嘅軟後比肉還較香。有豬肉的米線。冇唔錯，來代替嘅肉米啊。哦，阿鳳媽這邊太強了，我知道一家子做嘅主持人，嗰隻溫記做。係啊，唔好話對，記住冇白開節目唔好話你喺度唱啦。唔過還有一個問題就係講吼，至少嘅阿伯強，切嚟落嘅薑條底杯，嘅阿鳳爸，我們是要買4倍鏡的，不用唔落啊。全部都係冷嘅。你要翕菜啊翕牙，全部都要潤out，都是冷的，都唔得潤飲，嘅薑條切唔落。我倆身上來當背景牆啊。背景牆你可以放在肚子前面。嘅菜標都係啲嚇細細哦，唔好洋洋。太大條好吧？唔過正經啦，問一下面下靠這個平常是假使上愛食宵夜，那盡講兩萬都是要咧用順來解決。我太細係新老輩人，看南市自家煮無限自家煮啊，冇啦，因為還有台南食嘅東西東多啊，台南就美食之都嘛，有乜嘅火鍋啊、泡雞啊，還有乜嘅炒熱炒啊、熱炒啊，還有台南東有名嘅夜市、花園夜市嘛嘅，所以台南食嘅東西真經東多，所以我都冇自家煮，總係都新老輩，還有一個啦，因為東人吼會還有廠商會寄東西本來食，所以我世界做一個新皮咧，所以佢成管度都喺想，我唔地太自家，都喺燒麥雞，我平常打開來，我食到3年後嘛食唔切。從來唔是罰錢嘅，譬如會送東西本來。但我夾我卡夾邊好咧，都有冇？半夜上來食東西，啊，Mason，你阿萬平常地度有乜嘅東西是得食？哦，有乜真多？我乜嘅熊有邊熊係麻煩啊？是不是？冇口用嘅氣味，冇口用，真嘅
上海食燒鴨，潛在好年沙，就係 Amazing， 真嘅啦。唔過講到真嘅，我講台灣食燒鴨就當到，比如講大家同可能會同牽一種東西，就講運貨偷懶，偷懶店真嘅喺到1980年代以後，就變咗台灣一種半夜食做就一種習慣。都是哈。我從頭吼有上時半夜唔知真要食乜嘅，附近嘅偷懶店家，我就會走過去食乜油條啦，食嘅鹹偷懶啊。唔講我從菜順風嘅唔好食鹹偷懶，如果佢看下槍汁，嘿有條槍啦，嘿二條唔抵食唔賤食，係真嘅吼。阿燕就攞嚟分享一下，我們自家好食那種嘅燒鴨。其實我平常時間 video 嘅身材保持啦，因為我身材已經東南保持咧，嗰時候我真是東南的會常常去食燒鴨。我後來啊，我就發現到其實有當到十分好食嘅美食，佢就常常開嘅燒鴨嘅時間咯。就講平常時間啊，乜嘅酒啊、凍豬啦，韓國安布特佢就冇開，佢就會現下一個人客聽錯會做嘅鴨毛嘅裝飾嘅度。哎呦，安布特送鴨9點鐘開始開到今日早晨7、8點。冇，我同講一開太久咧，要當到時嘅排隊啊排當長哦，佢就半夜2點鐘開始賣。真嘅，阿姆卡附近的咧就有一間嘅鹽酥雞，佢就單槍賣個宵夜時段哦，佢賣個時間凍鴨就算咧，其實條價啊還很任性，哦想開嘅時間我就開，冇想開嘅時間我就冇開，大家就啲咧想，算來有幾好食，做嚟按囂張哦，啊有一擺我就半夜唔睡冇，當去看幾好食咧，阿妹愛啊，色彩凍讚咧，看得出來好食就出來，真是凍厲害，我有機質咧啊，真是凍好食。後來我就發現到有東人啊，我去吃燒鴨哈，去吃這個宵夜要特地先熬夜，我們熬的不是夜，熬的是美食。哎呦，都會講誒。呀，他肚子先搖起來飆，等下上做的飆喊那都會鹽酥雞。但是幾年冇食東西，就味道食嘅成燒鴨呢。幹嘛這種艱苦？好按簡單，身材公子。味道係食隻燒鴨，人生過都按鹽放來做嘛嘅。阿子然之間食燒鴨有那道清補，然之後嚇你係做半夜食啲做，唔會有罪惡感。完全唔係係係非常嘅清淡嘅人。我喺之前看到社群軟體咧，有外語啲朋友啊，佢就發嘅漢字通談啲其實乜嘅冇，其實配合。唔單止係配合哦，係配合sản xuất。哎呦，配合喺度貴東西呢，因為燒鴨就係食嗰種細細東西，其實配合嘅，即係有可能佢帶到美國啦，佢泡嘅時間都好係食動作嘅時間。冇啦，佢係台灣人啦，喺台灣嘅啦。佢係動作條冇識睇嘅。沒有可能。兩個咧，係冇乜按到啊，唔講係吃到燒鴨食配合真係太貴咧，係食唔起啦。好，就按你那種普通人哈，像係北京烤鴨是烤鴨3是真嘅。應該唔係平常是按呢個，不是我們的選擇之一啊。不過真假是你真有機會，半夜食嘅配啊，我就覺得人生哦一片光明。無憾。人家有機會又食咧配啊，做燒鴨呢，真嘅。嗬，講緊後欄水先8點，唔過你後欄水先攞遠去啦。下半夜上完我老家睇架燒雞嗬，唔單止後欄水，幾隻頭拿就會跌下來。可以阿燒鳳兩架燒雞加下，開始喺樓睇架燒雞亞菜啦嗬。係亞菜，係叫亞菜後尾係熟食嘅亞菜，喺幾點有人都亞菜滷肉飯。我呀真係厲害，一樣係厲害，而喺滷肉飯當中嘅熱炒店。哦，你說滷肉飯都會食幾多錢？難道2上以上係食錢溝膠小 case？ 2上也是錢溝橋。嘿，滷肉飯都滷肉飯叫做蹦嘛該，叫做蹦牛小排。嘿，你看西式牛小排，台式的那個煎式木魚肚叫咩油？係嘛該滷小腸，我嗱夾出來懂精緻。你看一下，各國美食，各國美食就有，你看一下。哎呦，你可以夾小腸油嘛？要煎軟，然後那個蟲誒，嗰蟲誒唔係按簡單哦，佢係一條蟲嘅地方，佢7-2條蟲誒，你知冇？我愛時間佢處理咩時間，你知冇？等於講最後食到一口。嘿，裡面是有3層的口感，係有功夫誒，有功夫誒啦，熱量也是3倍，更亂就冇簡單誒。一份好食的滷肉飯，入背後一定會有一隻偉大的荷包蛋，然後偉大嘅荷包蛋，你就看到佢煎荷包蛋嘅時間吼，佢變順，佢邊下廚房係透明嘅，所有人就啲看啊，佢鑊頭吼烏金細到青青，吼油飆落去火快太太，油滋滋，係我起嘅油鹽起來以後吼，火切色，馬上亂打落去就啪啪滾，啪啪滾變以後，佢還有一隻，講到挑油炒鑊餅。
哎呦，酱油蛋。cái煮油吼，cái跳油就淋到cái bột產，啲順嚟嘅bột白安尼下去吼，就掐起來，煮油然後跳油，捏起安尼掐起來嘅香味吼，然後cái滷肉飯吼，加一批嘅家私。哇，周隊，你都唔會講誒。哎呦，就聽嘛，你等下我講。日日都生哦。人水流出來咧。行啊，哥已經看到嗌吼，就講有財神爺要來咯，誒，看到而真係再衝財神到呢，真件係財神爺要來。唔過真嘅阿鳳幫啱講到係唔單將後欄水拍拍跌，真嘅係蛤蟆膏都跌下嚟。因為講到啱我吧，我講究，真嘅當講究啦，嘅。啊，佢喊埋去幫人嘅命嘅要大。冇好，我算你喊他龜，就很給氣。好像只講哦，算在那個趙峰身上。哦，做者茶都加頭行，我茶師頭剛剛茶師真嘅。如果講到滷肉飯吼，唔單將嘅阿小鳳來同阿小雞度，呢恐龍偶像，咩走嚟老太家小雞，即個心目當中當好食嘅滷肉飯。哦，有，我帶你個台北西門町伫邊度啊？哦，因為個西門町啊，個馬個路我唔記得咧，個西寧南路啦吼，個有一條滷肉飯店哦，唔過我。董豬一些啦，冇咁好食咯。你硬係做董豬較唔好，係蠻像啦。哦，唔過安不是咯。哎呦，冇恐龍嘅呢。哎呦，用蠻冇恐龍，因為吼董豬該吼跟用啊，一直盲肉一米啦，盲肉，係盲肉。我糊嘅就錯嘅。啱補條嗰個小鴨雞湯跟肉就落，係加住啲點鐘，咬下嘢嘅滋味。會出水，哦，真係會出水呢。鼓手真嘅可以同大家來小雞啦。真嘅，我嗰邊有青島人嘅排隊啊，哦，因為慢人啲喎，因為8+9啊，青島嘅8+9哦。難怪我上班沒看到你啊。唔過係看到青島嘅哦8+9，順便有一個女朋友都青葱嘅曾子瑜。청愛8、9妹，青島啊。冇唔錯，咁都真嘅講到台灣嘅小鴨，然後點先真嘅哦，應該算唔清楚，唔過從菜式小鴨，人嘅身材會走體冇啊，等下再來繼續來睇下，向下來分享了。小鴨，炸起來，炸起來，行啊，正嘅料，係片冇支持做嘅。第二片點，等下上課。記住哎呦，炸起來講，最高品質，靜悄悄，哦，點。但係真嘅要敷兩面嚟嘅，茶煲叫佢拖下兩隻，係留低一煲叫下飯。其實賣兩樣，佢同我講，阿姊，用個三個家下做嘅拳呢，做唔做戲呢？差一些做唔做戲呢？你擺台咧。歡迎大家到嚟後生台上講節目嗬，根本嗬真要請所有觀眾朋友準備好人嘅小樣、人嘅點心來幫呢個節目。唔過真嘅唔好失聽到嗬，真嘅你係同阿本大家來分享下，即個失聽到嘅點心，結果根本唔按到點心，其實係真傳嘅啦嗬。當然就食3公斤嘅小樣，嗬，我就冇相信，唔會變太口。希望阿姊來講下。冇錯，呢食3公斤，阿鳳爸食30公斤。對哈，唔係老幾準嘛，佢太香嘅係冇。你知道嘅時間，標唔落嚟，做地用冇啦。因為其實你講到食小鴨，從我條前一開始就講到，我食因為食小鴨變到當皮很用白嘅，因為我就當好按補牙嘅時間，會看乜嘅韓國劇，還係日本劇，佢其實也條會看愛去偶像劇係乜嘅劇，啲會都當到啲主角啊，就啲食東西哦，當好食，尤其乜嘅咧，嘅韓國劇，嘅主角同男主角。談戀愛嘅時間會食乜嘅泡麵啦，還有呢乜嘅泡飯啦、辣甜飯啦，很多有冇去？你聽我食還有個裡面就係小麥酒，係冇錯，因為愛用嘅東西就看幾條食到當好食，我就都是見到咕嚕咕嚕鹹，我就沒當上去食，跟一下我用個啥，我就拿起來轉台就好啦，就冇去看就好了。我拿起書記，一下你當時係用路看呢，係，是這樣拿起書記用乜嘢呢？聽，我就聽
一箱的泡面，还讲呢就听懂多的东西咯，过后呢，我用埋去，我就见看卡，记得咧说，我背啲说，记得咧点，我咩啲点就当欢喜，唔讲咩当屁。后来想用埋去，因为我当日走顺就会两个嘅气冲，我发现哎呀。按怀疑真係做唔得，我見來見去就會變成阿鳳伯嚟。我就看到阿鳳伯，我就驚，我就停下來。我就問一下，有嗰種是去到嘅磅體重嘅體重機頭，有知道嘅磅嘅快體冇？真見過誒，我唔驚起上去。誒，見咩啲磅嘅冇準啊？誒，奇怪。同甲標來加下，誒，我嘅磅嘅咩冇準？係因為前日班，誒有你冇？咩？真件好睇架色小一架嚇，真要喺這邊下幾大量嚇，這個要緩春啲嘛，我認我要緩春嚇，不要自己超越自己的能耐嚇，阿燕姐，你係嗰種有緩春嘅色小一嘅嘛？其實我有呢，唔講我只有講一老緩春冇緩春啊，冇乜嘅關係，係因為我條件有你們一本上就係冇緩春嘅。誒，真件啲食東西當中啊，真是冇乜嘅緩春，唔講我係嗰種量動少嘅一種緩春。少量多餐嗎？少量有唔夠多餐，因為我之前有講到咩，我就會做些動物嚇，我做早上頭我冇做8塊啦，另一邊隔邊我就會趕緊出門去做些咧，結果咧我做得幾年嚟冇食東西哦，一直都按部條啊，細條做好細來啊，才發現到哎呦阿妹我11點嘅呢嗬，啊個都市動搖水唔落高，然後想講好簡單食掉嘅東西，結果咧食嘅東西過後，因為我幾年嚟冇食，一下張食咩，味就唔爽快，喺都市就唔爽快，啊所以嘅品質咩唔係以後。我說按你長期下來，我發現啦，唔係食東西本來變太強，點都係你精神唔好，睡唔足啊，本來變太強。因為你都冇食東西，我說一開始東西嗰陣，你係血統就會升到凍高。係食太少咧，啲泡麵基本冇本來好啦。好啦。哎，你記吃家食嘅東西哈，那種我們的那個升糖素會升得很快。佢用冇食嘅 DGI 東西，你下嘅速記下下，哦喲，我嘅胰島素強就會快速的分泌，我加上冇水啦。喺講冇水啦，人家身體底度的那種內分泌就會失調，好就會冇平肺，結果喊啊慘，喊啊死，好不但可能太1公斤天天變到太10批，太10公斤，用解釋，哎頭髮，係啊，肉骨營養有講嘛，豬腸太、狗腸肺，人腸就變緊怪，你可能兩萬就馬該怪眼這麼低咧。冇啦，等你下怪。哦，阿路伊來講下，正經一開始講到，好佢自家好當地哦，講乜嘅？用本身眼尾唔會太強，結果咧，佢磅係要快聽冇嚇？老闆講真件快睇咧，用慢啲。咩？喺我以前啊，睇下老公因為人都唔會省用，我老公少講啊，哦，因為我答案不如食小鴨，呢個啊真件老公言語有講，唔係唔多，係時間忙多。哎呦，真件，佢幫我做快睇嘅嗌塔上去。我嘅磅係快聽。見咩？見凍到呢？天幕看唔錯，唔係8公斤，8公斤是一組呢。8公斤就凍到。係，佢唔係幫快提，係人快提咧。真係有啲上步都做唔起來，真係嚇到誒！嗰種眼咧，佢就開始減皮嘅。哦，難怪平均穿連身裙啦。小鴨，是個卡通嘅，兩位。行到這個料，這片冇機器是做過的。哎，第二片點點，等下上拖。你做暗用，扎起來看唔到。最高品質，靜悄悄，哦，點點。但係真係有冇睇唔起來嘅？上步叫佢拖下來先，係留低一步叫下拖。其中賣兩樣，佢同我講，阿姊，我家上個家下做嘅拳咧，做唔做起呢？踩線做唔做起呢？你快睇咧，用解釋。我是較空間掉嘅咧。誒，你係咪磅係快睇？真係人快睇，因為佢粗衝掉，真係。我啲嘅，哦，我是較空間嘅小鴨。係我愛食，唔過喺接下係冇，唔過唔單槍喺阿路伊發生安樣嘅事情，就連呢強龍偶像咩事發生安樣型嘅事情。你看，可以有啲暗槍，誒頭擺有因為食小鴨，結果哎呦，誒奇怪，我卡數要磅係就快睇係冇？誒有快睇過啊，因為頭擺其實3公斤啊，不過後來呢比較標準，後來呢就有10公嘅食小鴨，哦就見先試到體重來到85公斤，85，哇，85，幾張8公斤，第二片12公斤呢15還可以，聽到，還可以給你咧，你見到100啊。
你也得喊你双位数啊，这周就3位数。还在你的标准。哎呦，係啊，跟住都85公斤跟用嘅時候。後來我就有戒掉嗰啲小鴨，誒冇食小鴨，冇飲飲料，冇涼水啦，冇飲嚟，然後隆重啲冇，就體重就慢慢跌下來，跌到78公斤，哦就標準嚟。很周的啦，這樣呢？係啊，對講你。你下種跌3公斤啲。冇慢慢來，咁從來係1生年嘅事情，願意對阿峰爸咧，願意係田公益上來做嘅事情。還係他生意，田公益太群了喲。好，頭擺好，你看到像我們就是常常會收集人家的 reels 嘛，就用白影周圓通，用白影是，我就講一句話，收藏現在開始從來沒有夠。冇錯。收藏每天都在做，但是開始從頭沒有做，從來都沒有做，就是阿峰爸老太講。不過真嘅啦，問太講阿峰爸，人家按穩充嘅人都在慢人按好呢。唔係啊，咱講，大家都講皮吼，唔免呀充點啦。講人的福相，講人的面相吼有所不同。有人好皮嘅，有人愛突車嘅，有人好主嘿，有人愛苗條嘅，有人愛衝嘅。就好矮那種，好空真嘅嘛，穩重，見來見穩，見來見重。真嘅，有人好就做得啦。真嘅啊。係啦。你從頭有人講，有人獻酒，就有人愛獻豆腐。呢一種咧就獻控肉。夾朋友咩當正經，當然是控肉咩食得骨骨頓。佢就好難挨那種。我們手機係濃黏味，係嘛？對啊，那前面都像阿峰爸，你係超下落佢係冇愛嘅。係啊，真嘅係冇。我講真嘅啊，佢講按道，你真係要看過幾種嗬，不管是都係食小呀，結果點到喊那臭嘅人嘛。有，就係我有一位好朋友，就佢老家老公，就兩公婆都係嗰種動臭，你真係是唔會騙嘅。我之前按摩頭就去到家屋卡搞，嗰種時陣就係半夜嘅時間咧，其實說哦肚子很癢，我開始食小鴨咧，佢就聽一太多嘅乜嘅咧鹽酥雞啊，乜嘅全部。炸的東西全部聽都不卡，再過來呢，咩煮泡麵，就健身，我兩三係動車哦，只有你講，唔係忙多嘅時間，安尼咩？安尼唔多，時間蠻多，安尼嘢食東西大餸，係啊，什麼吸收落去，係啊，真嘅，你像阿峰爸講，唔好看佢肚上嘅，錢買到，錢買唔到，你是可能是亂的嘛，全係錢，存在這，係啊，全係錢誒，然後喺佢講嘅，大送錢。係冇，阿米下Mason 老太講下，你知道人家巡航，咁有呢一種呢一款嘢，係咪係唔會太高？有動多，因為大家做下底矮係美食部落客嘛，矮職業在係其實懂養生嘅，我矮太有10公斤哦，所以做了到現在啊呢，啊所以矮看到矮朋友，啊冇都超夾嘅人嗬，矮都。帶佢去食點心，啊無都帶佢去做嘢，強下食啦，半間食到包逼逼安尼啊！希望翕相翕出來，睇起價就上強用。錯，希望見哦，有一年是嚟聽下強款安尼，太強。跟住佢夾拉車阿峰爸同強翕相啊，看到愛朋友咧，超矮，你天天愛食就做得。所以哈，阿米夏大家哈，自己要墮入黃河，墮入地獄，千萬不能只有自己一個人。來得太尬。Q 下來去，整個團隊一起成長。我陪你入地獄，這是什麼？整個團隊一起成長，團隊一起成長。行銷團隊，加油加油！大家 Q 下皮，莫唔錯哈！觀眾朋友，馬上一下，假使本人來推薦一項小藥，來推薦哪一項呢？等下再來繼續同大家 Q 下來分享咧。根本係夾嘅煮炒，根本係莫講哦。愛講係最有經驗，最專業，因為吼蔡臭就愛喺研究上啦，愛喺用田野調查嘅精神，去一家一家愛研究係嘛？研究台灣小鴨，愛喺田野調查，愛親身經歷一家一家去吃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嗬，剛好進觀嘅嗬切對嗬，本台這個後欄水白白啲，冇別跌下來嘅嘢嗬，等下過去是2萬盤就做得啦嗬，真嘅2一團，就係愛本台價後欄水8到天嚟行，等下就做切水咧，等下天嚟行，切對會搭疊嘅，就係太食啊後欄太價生意掉嗬，嚇生意嗬。
真嘅，請大家來推薦下，你最好是一個你心目當中嘅口台副台嘅名單。哦，今天也要逼大家拿出來，冇拿出來，等下就行出嚟樣樣拍。王牌問題，錯。阿燕子，你先講對鳳牌係乜嘢？我來看一下，好，請問這首懂厲害哦。哎，你要點誰的牌？我知道最好食嘅小鴨，就係嗰種唔是去甲煮。唔是去甲裝，身體高血唔是去甲細分嘅，唔論係乜嘅就會最三條嘅，因為身體小鴨你就懂懶事啦，連嗰碗筷啊、類似你就冇想會輸啊。小鴨用我細喏，係嘛？要講的。古手架是乜嘅就唔是去甲裝，就算係真自己做嘅，我都會給他一個米其林。你本來就係愛本米其林啊？咩啊？唔係哦。就係阿燕子有講了冇講就有，那真嘅把手馬來通啊，好逼嘅。我很期待耶。不是，我笨蛋想喺講面前講嘅全部係非法，當然喺食小鴨，就算係去亞視來身邊做的，我推薦那一壇啊。亞視行去去甲行路行高興呢，我係推薦嘅，你真係做到民眾嘅嘢，佢就按你送過來，身體拿冇關係，反正係去啦。一種係乜嘅，像亞太嗬，個個都90人世界嚇，但係嘅行路嘅，冇法度這個示範，我就插鼻胃管㗎嚇，至少嘅，佢係失敗同埋朋友講一件事情，佢講啊，做得帶到醫院，你醫院嘅片人就會按你失敗嘅。長照中心等於，唔講你下弄去，你可能要再等幾年。太講了啦。謝。你係安嚟嘅偏鋒，真安嚟。下一場係相信比那個認真下好，認真來嘅。畢竟兩場人帶到亞視夫圈帶當久。哇！我唔係帶亞視夫圈，我從細到大都係帶啲亞視度。哇！我是亞視嘅新年點嘛。亞視公主。係亞視公主就係來遼寧亞視公主董有名誒，嘿，佢其實講做下，公司才發，因為呢我從細到大就帶啲亞視嘛，我出門行到空嘅後就會亞視咧。故說我真嘅唔是講個歐某東西好食，都是呀，我就行出去菜唔食菜唔買，我先乜嘅都有。不過今日真嘅想同大家推薦我嘅鳳牌了了。哦。因為係咧，金眼出挑夫，哎呦，數公嘅喲。因為係咧，冇談過名係冇啊，都冇名。唔過你記真你懂好些，因為係金眼出挑夫佢係30公年嘅歷史咧，同上台呢。差唔多咧，差唔多啦。不過從細食到大，唔講你其實金眼數公出挑夫基本兩種，因為係一隻係婆嘅，一隻係菜嘅。嘅婆因為係婆嘅沖涼中因為係我不會愛婆到乜嘅車，基本都愛用埋麵。哎呦，真年就懂好食。再過來呢，佢係出挑夫好食就算咧，佢出挑夫嘅靈魂屁股係乜嘅？泡菜。佢泡菜用埋要凍酸。有種車唔是嫌佢，因為冇缺點。再過來呢，唔但係要破嘅，有啲人可能講哦，我會上嘅乜嘅東西啊，嗰種係食菜嘿，嗰種菜嘅咩要，幾家菜咩凍好食，因為菜因為係佢太細係嘟嘟好嘅，韓國咩菜都凍黏黏、凍麵、凍腰，韓國因為菜用埋係要幾通通水水嘛，今日冇食睇安樣架啥，冇要記，病到嘅病上肚，夾菜甜到嘢，冇唔錯。真係難，甲從行卡粗，行卡好食。冇錯，動粗。真嘅。係，要動粗用埋起嚟，因為你動粗都能食。因為你跳哪去攀公式？動粗都能食。韓國嗰種菜一定會夾嘅冬粉，因為你從應徵工程師嘅菜出挑夫唔辣，就做係夾冬粉。做對。就凍爆又凍滿足又凍上前。真嘅哦，聽佢講嗬，我個心嘛都會吞落去嘅。哇，係好食感覺，真嘅咧個然後一開始就講到嗬美食部落客，美食小王子，小王子嗬，面下吞太子家來小記下。我要小記一間喺台南東有名嘅，佢很多台南故鄉豆腐花。佢迄間複合式嘅餐廳啊，佢有賣豆腐花，有賣甜湯啊、火鍋啊、炒雞啊，都有當多東西都出嚟。啊，我之前我杜氏要做些做的杜氏啊，我就去食。啊，佢比較特別嘅係佢有介舞擺啊，佢介總縫啊，點樣嘅總縫，較老實用啊。啊，佢個不用介 logo。還有露天樣嘅海報，安尼當多東西，真係貼上啊！都有氣氛安尼。哦，挑夫法，而且我
没有理他这样子。挑发嘛，挑夫法，挑夫法花，哦，好，就会挑夫法，怎么了？就会挑夫法，整自己还整自己吗？大家还没懂懂刚刚什么挑夫法？唔就係挑夫法。来扣听一下，扣音一下。哦，原来是那个调唔色嘅部分。排生拍法看唔好啦。好啦，水面吼有一上嘅吼，根本係加嘅煮炒。根本係嗌莫講哦，嗌講係最有經驗，最怎样？因為吼蔡臭就愛喺研究上啦，愛喺用田野調查嘅精神，去一家一家嘅研究係嘛？研究台灣小鴨，愛喺田野調查，愛親身經歷一家一家去吃，愛像大家來吼，一聽就講嘅用路風茶嘅多嘅，冇乜嘅了不起嘛。我一講係就講嘅用路風冇嘅，Google 咩查唔到嘅，好，因為嗰間調價吼，佢就乜嘅就唔講，佢咩冇招牌，佢咩冇店名。Google Map 哪個冇法啊？鼓手佢就下啦，你就要查講空肉飯，你就要打空肉飯、滷肉飯啲圓環嘅地位。我確定係咩嘅價，你就點落去。營業時間凌晨1點開始就會了價。哦，佢1點鐘開始賣。賣到幾多點？賣到4點差唔多就冇啦。奶公嘅熬的不是夜就是美食。嘿，佢1點鐘開始賣，因為嗰陣時會有當道做生意嘅，可以市場割貨嘅，哦，就會來啦，就會說。不過1點開始賣1點冇去哦，因為佢嘅空肉盲熱咪。哦，4點係嘛？係冇，2點去做的，4點去冇嘅。好買睇咧。係2點去吼，嘅主角。嘟嘟吼，哦，主角就撈到落落，係，用啲再好用腳咧，係，一個條就呸就出來。主角1點去嘅時條價，我問講冇咩本嚟，冇咩本嚟。脾氣動態哦，剩1點56條價講唔會乜計吼，佢咩唔會分。乜計部落客，乜計天師台來到吼，佢連發就冇講，佢連講冇愛就冇哦，佢繼續做假事情。嗰時候佢多兩下，當認識過，唔過就冇乜嘅人哋。我想要了解一聽我本地嘅人才會啲。真嘅，除咗呢以外，都係個推薦聽意見嘛。有乜嘅問題都係我講啊，因為後有空肉飯比賽，唔過冇美間扣肉飯比賽。哎呦，唔錯啲。我睇見咧美間扣肉飯啲中華年齡，中華年齡咪有滷肉飯比賽。唔過佢美間扣肉，佢喺做啲比賽嘅話，佢咩第一名？唔看佢啲有獎冇？哎呦，從獎係乜嘅啲冇？135焦丁丁啊！哦，係喺菜後方式唔可能按你做，係會乜嘅嘛？因為佢嘅方式係本意在盤嘅，青菜唔做，唔做得差不多像3樣樣，唔地步愛藏那個牙籤哈，本意有支點哦，喺免洗塊咧，總都按夠哈，50塊，係1碗湯10塊。哎呦，嘿，我講要佛心價，係，韓國還有家東西。穿越時空了，到古代去了。生意幾好嘅啲嘛？不愧係呢吼，小鴨探研、小鴨熬研、小鴨研究生阿峰伯老闆收幾多啊？冇啦，睇下講，一間按到阿浩啊，阿浩啦，去到中華哦，你唔是年齡，你唔是去查，你就問人講，阿浩啊，喺多位？佢就不能講。哎呦，按這名，代替全部就抵。唔過好，呢片還會提醒所有嘅觀眾朋友，還有所有菜場嘅來賓哦，假使吼當然是呢種高熱量嘅東西。誒，聽說人嘅東西咪變凍過，乜嘅凍過咧？人嘅血油凍過，血壓凍過，血糖咪變凍過。天才注意自己身體控制唔好，食到按照食到結果咧，人嘅身材、人嘅空間咩了落去。要記得下禮拜挑嘅時間繼續來收看，後生太上公。要打睇假波，再來聊聊，拜拜。台灣係一定出名嘅小鴨王國，見到上港辦鴨，無論有幾鴨，全做得簽到半夜食到什麼所謂吞落去嘅東西。不過，肯去提醒大家，食小鴨歸下，天才要注意熱量，冇你是會有三個哦。希望大家是做得康康健健又幸福。